德光教会的建堂奉献的主日，我有做几项的介绍，咱来请罗牧师来给咱勉励吼。头一项是咱的这个中会有教会需要提出建堂的需要来对中会通过就咱全台南中会各教会拢会安排时间互要建堂的教会来各教会报告请安。意思是，互咱大家有份参与伫即间教会的建堂的即个事工吼。第二呢，咱的德光教会拄伫咱隔壁伫咱隔壁咱北北是咱的母会东门教会的教会吼。咱的富强教会较早熟。事实呢，咱若看咱富强教会历史吼，咱初期设的所在。差不多是咱德光教会迄个所在，迄阵叫做富强社区，所以咱叫做富强教会。嘛有一条路叫做富强路。但是后来呢，咱的即个第一任牧师王忠信牧师伊的家族有一块地伫咱现在即个地，伫即个所在真水，所以咱到最后就是选择即个所在，成做咱建立富强教会的地区。也不过也共迄个时阵差不多30-40年咱知影东区的发展，就是对即个东门路2段开始发展。迄个阵咱知影遐有一丛大樟树迄个阵是台南市甲台南县的交界呢。不过后来一个发展特别是文化中心，中线路、中德路搁中明路，哇！即个所在发展有够紧有够紧。所以咱已经伫遮设教会迄区咧发展。感谢主，上帝就是差遣咱的罗牧师罗启宗牧师伊差不多减我2-3档安尼尔定伫新学院，伊就开始伫迄个所在开拓德光教会。所以会使讲即个上帝特别的安排伫迄个足精华的地区、文化中心迄个地区，有德光教会伫遐来发展罗牧师呢，因夫妇安尼伫迄个所在拍拼20几档。因大省设教的时阵，有因教会的长老真乐意将因家己原来迄阵是郊区的一间别庄的意思啦来正做礼拜堂。所以伫20几年前，我就知影讲德光教会因安尼开设，大家同心因伫做的事工也真多，甲咱遐教会有真多同工的所在。他现在看因要来建堂，但因甲咱迄个建堂的难度有一个所在无相共，因为咱当初时王忠信牧师的家族有奉献即块土地，所以咱开始建堂咱就甲他奉献建筑经费就好。也毋过德光教会因若是爱买地，搁爱建筑经费，所以会使是讲。因的难度应该比咱富强教会搁较重，所以呢，咱今日会当邀请罗牧师来咱中间，咱做伙有份，人讲斗天贴来帮助恁紧甲礼拜堂来起好。我会记得，咱几礼拜前，咱的张茂祥牧师来咱中间，咧甲咱勉励一句伊讲有迄大财团的迄个头家讲，来，你欠偌济拢互我包。迄个张牧师讲。不要紧，阮会友大家人拢要领这份福气。伊是讲大家人有份参与伫建堂，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待甲祝福。所以鼓励咱今仔日通过罗牧师来勉励咱报告因德光教会建堂的经过咱有亏力，大家人拢有份咱伫即个周部业即个奉献地，大家做伙有份来参与伫即个德光教会的建堂。下面咱的罗牧师要用主的话建造的人生来勉励咱用一个普声来鼓励来欢迎来罗牧师。多谢牧师，也多谢赵牧师，也多谢教会中心兄弟姊妹，加入德光教会，会当有这个机会伫遮来分享德光教会起造圣殿的一个过程，也求主帮助。通过这个上帝话，咱来祝福着富强教会，真正欣赏咱富强教会
通伫上帝恩典内底一年一年得到上帝的祝福。愿望会当亲像这位大哥共款安尼吼，伫德光教会成长的年纪内底，伊愿会通亲像安尼来领受上帝祝福求上帝来赐予咱早起伫伊面前的敬拜，咱做伙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会听阮做你的囝儿，毋但安尼，你也互阮的性命栽种伫即个上帝国、即个土好的土地顶悬。要互阮历代的子孙伫即个社区甲城市来收割灵魂，归荣光伫上帝。愿阮今日去起造的教会，诚侪明仔日阮的子孙来荣光上帝的教会，也互你的旨意会通得成伫阮甲阮的子孙中间。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在去真紧的时间，要通过尼希米记第2章17节到18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用这2节的圣经，甲咱三个来分享起造的人生。咱每一个人拢在起造咱的性命，无论你是读册做事业的，也是在做家庭主妇咱拢在起造咱的人生。但是起造的效果是安怎样？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大学教授伫伊的教室顶悬摕一个透明的玻璃管内底垫即个乒乓球问学生讲：即个管有电无？照看无法度去缀乒乓球落去。但是呢，即个教授呢，伫即个过程中间继续来缀即个石细粒石头，后来去缀即个土粉，甲伊问讲：安尼有电无？伊讲应该电啊。但是即个教授佫提出啥物水，佫甲倒落去，后来即个管就将佢垫起来安尼吼。即个教授通过即个简单的故事，伫甲学生讲起，一定爱甲重要的代志放入伫你的生命内底。人生重要紧的就是你的生命内底缀啥物？基督徒上大的福气就是你会当一出世就有上帝话，即上帝话是真理，就会当缀伫你的生命内底来起造你的人生。所以，什么是你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代志？今日咱要透过尼希米记做伙来想。当尼希米伊伫外邦的时，伊真做是个酒政，就是负责外邦的国王伊的酒的品质甲安全。伊伫遐会当过真好的日子，一生会通清盈无烦恼。但是伊的心内却是有一个跨路，就是上帝百姓伫耶路撒冷的城的迄个所在，城墙毁坏，伫遐百姓无敬拜上帝。这项事真做伊心头的一个郁卒甲艰苦。直到国王发现，甲伊问什么因端，伊就甲伊讲起这个代志。所以尼希米就有机会离开迄个所在，倒转去到耶路撒冷。亲爱兄弟姊妹，当你事业真正辉煌的时，我想咱每一个人的心内只有旨意要搁较好。但是尼希米伊看伊上帝甲伊的百姓甲上帝百姓徛起的所在，所以的人生无停留伫迄个所在，反正会通进入伫上帝的旨意的内底，行一条无共款的人生。所以当尼希米倒转耶路撒冷的城墙，咱看见伊的人生就开始无共款。伊伫遐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伊也起造这百姓重新过来敬拜上帝。所以安尼，伊的人生就到即摆，咱拢也搁在学习来成做一个敬拜上帝的囝儿。所以咱看见你的生命若互上帝起造，你的家庭得到起造，你的事业要得到起造，你的教会也要得到起造。伫你的人生中间，每一个层面拢要得到上帝互你丰盛的产业。这是一个真大的祝福。所以咱为什么要敬拜上帝？为什么要信耶稣？真要紧就是咱要起造咱的生命伫真理的根基顶悬，互咱的人生带来丰盛的生命。所以当尼希米倒转去了，伊要安尼用，互这百姓会当起来回应上帝起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也就是甲因讲起，虽然恁的情形是这么歹，城墙毁坏，人要攻击恁，但是恁想看觅，伫远远的所在，我伫遐服侍迄个外邦的国王，因竟然互我倒转来，佮互我材料来帮助恁，这是上帝恩典。这以色列百姓从来毋捌想起安尼。咱常常伫咱拄着困难的时，咱拢想到眼前咱拄着的事，咱拢无想到过去上帝恩典，将来上帝恩典。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位时刻甲咱三个地地的上帝，也是一位享受咱恩典教业的上帝。咱就爱对神到落尾拢安尼相信。尼希米就是安尼甲这百姓讲，所以咱会通伫因困难的时，重新一摆，搁再起来，搁再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上帝就互这个尼希米
互伊倒转去，那安尼佫互伊安那材料，即拢是上帝恩典对倒位来，对一个毋捌上帝的王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信上帝，咱只设立教会，咱只聚会，咱毋通甲上帝限制伫咱的教会内底。上帝是即个城市、即个社区的上帝。当咱尽忠、尽职来服侍上帝的时，上帝就会将即个世间所有的财物、所有的资源，拢互伊尽忠的百姓来使用。德雷莎小女就是一个见证啊！伊无钱啊，伊办公室只有一个电话甲一个桌啊尔，但是伊会当使用全世界所有企业家的钱，拢总要互伊用。为什么？因为伊敬畏上帝，伊做上帝的工，回应上帝来听这软弱的百姓。所以，当咱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设立教会，咱来求主帮助，互咱通尽忠敬虔，亲像尼希米共款。上帝就要通过伊的百姓、伊的教会来来得到这个城市，得到这个社区。所以，咱咧去做咱的使命时，咱都要常常甲上帝求恩典，常常甲上帝甲兄弟姊妹见证恩典。一礼拜过去，咱就有恩典三见面的时，咱就三分享，咱就三激励，通过这恩典，咱的信心要继续去做，咱要更较有气力来回应上帝。这是阮教会24年来。这个课中性长老也是仁爱病院可以属于学员免费使用的一个所在。阮伫这个所在今年是第25年。伫这个所在，阮因为场所无够，只有2楼，1楼大概才着50平的建平。但是阮经过这20几年来，阮当年的经常费，甲当年的这个建堂的这个准备款，拢总大概有5600万。24年来、25年来，阮欠遮侪钱。但是阮买这土地5600万，就安那拢总用了，所以阮落地下就无半仙。买土地了，当然毋是目的，阮就安那继续要过来起上帝的圣殿。所以这是这个阮起好的模拟图，一个圣殿礼拜堂。伫计划过程中间，最后确定阮爱用1亿2500万来起890平，但是阮落地下无半仙，因为阮5600万拢买土地买了。这个过程有上帝奇妙带领，一开始毋是安尼，慢慢来甲三个兄弟姊妹三个分享。所以上帝使用伊的百姓，也使用这个俗世间的资源，当咱敬畏尽忠伫上帝的时，就亲像尼希米共款。所以一开始我嘛想讲，25年、24年，我才欠5000几万，但过来我要用偌济，后来慢慢上帝带领阮，恁毋是上你的气力。若是咱的气力对上帝来讲，搁较有气力嘛是一丝丝啊。但是上帝一直甲阮带领，一步一步带领我。你爱尽忠，你爱想讲我的教会安尼有够用无？上帝互你24年的恩典，上帝互恁这么侪人的聚会，恁都爱想讲安怎样通过这块土地来备办教业，互上帝教会、上帝的百姓伫遮做工。上帝就安尼一步一步带领阮，阮就安尼一步一步，毋是一开始阮就遐尼大的信心，1亿2500万。对阮来讲，这是一个天大的数字啊！咁要银行借嘛，借无遐济钱；合作社嘛，借无遐济钱。但是上帝后来一步一步带领阮，就亲像扫罗王甲大卫共款，大卫开始过利亚了后，百姓中间安尼宣传讲安那，扫罗开始千，大卫开始万。这个王安那心内着惊，要甲这个少年人大卫抬掉。但是这个大卫呢，伊敬畏上帝，敬虔。伊讲上帝，我以为我唔敢动手伫伊身上，所以后来咱看见，这个大卫真正勇敢来，成做以色列的王，伊的国境啊那强盛无比。这是敬畏上帝的人，上帝替开路，上帝互伊建立伫上帝勇敢的内底。上帝也是安尼一步一步来带领阮，加添阮的信心，互阮欢喜来回应伊。所以一开始，阮想讲钱有够无？后来阮就想讲，上帝教会空间有够。本来阮嘛想讲，阮已经教会有买牧师馆，牧师馆卖掉，佫有一笔钱会当来起礼拜堂。后来空间无够，阮嘛无法度卖。原来阮只有地上5楼，后来阮就想讲，阮的甲咱共款伫巷仔内底停车拢是足大的问题，所以阮就爱增加地下室1楼停奥多麦，你嘛是有1楼的所在停奥多麦。后来，阮就想讲，阮即摆礼拜堂是3楼，阮拢无电梯，所以阮的长辈拢伫楼骹看电视，看20几年啊。阮的心内足亏欠的，为时大拢等要去礼拜堂，等好等袂负担，甲对天堂去啊！阮心内有即个负担，因为有即个过程，所以阮佫2楼落去地下2楼，为着要将来，因为阮的地皮毋是介大，但是
这个投资实在是真大，但是阮的心内就是上帝通过这个教会发展的过程，阮的心内对这个长辈有一个负担。将来长辈行动无方便的，因为当然开车落到地下室，然后坐电梯就去到礼拜堂。所以，阮就安尼一步一步带领，上帝带领阮就安尼顺服。所以后来建筑款就增加到12500万。这个过程，上帝嘛恩待阮。等阮买这个土地时，上帝予阮有2000万的无息借款。原来这顶悬有大概6、7间旧厝，阮拆掉时，佮得到1000万的这个无息贷款、无息借款哈，就是伫建筑的期间，阮会当使用这条钱，唔免付利息。或建筑了的时，这3000万嘛是爱还人。上帝就用安尼一步一步来帮助阮，互阮信心一步一步拿加添。所以咱尽忠伫上帝，上帝就安那，互咱经历伊的恩典。是互咱进入伫伊的恩典，毋是安那，毋是上帝来帮助咱一点点啊。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互阮有一个真大的突破。咱甲上帝求恩典，拢是想讲上帝，我爱10块，你互我50块，安尼就是恩典。毋是你甲求上帝求10块，上帝安那，互你进入伊的金库，这就是恩典。所以咱做上帝的百姓，咱就要安尼来经历上帝的恩典。真欢喜，咱富阳教会这个起初的过程中间，咱嘛长久教育拢无对外去募款，因为咱有教育的信心，咱兄弟姊妹嘛同心奉献来完成这个起初圣殿，这是一个足水的见证。一开始我嘛要想要学恁的办法，无爱出去募款啦，但是后来实在是钱额太济咧，12500万，那是原来6000几万，大概阮就会当。但是加倍钱额，阮实在是爱甲上帝求得另外恩典。所以你一个人倒转去了，伊要家己一个人做上帝的工，伊就安那一个去甲因邀请鼓励，爱所有的兄弟姊妹拢起来做工。所以伊一个人倒转去了，伊就爱带领所有的兄弟姊妹。教会嘛是安尼。伫教会内底，上帝竞选牧师，上帝竞选长老甲执事，就是要安那帮助兄弟姊妹兴起做伙来回应上帝的圣工。当咱做伙同心合意的时，咱就看见上帝开力伫咱中间，上帝恩典伫咱中间，上帝帮助伫咱中间。我记捌来咱教会卖水饺，所以当阮知影遐济钱的时，大家都想办法，大家心内嘛会紧张，牧师钱要对倒位来。所以阮就包水饺，包落去的时候，拢毋知影讲爱2栋粿，爱2长粿啊。所以兄弟姊妹就讲袂使去开教会钱，安那家己出钱来买这设备。佫较感动的是，这长辈妇女无上班呢，因就安那来教会包水饺来斗3工，这个起造圣殿。因所包的摊毋是介济，但是安那因的心却互阮的兄弟姊妹得到感动。这个阿嬷是一个得肺腺癌阿嬷，伫旧年也可以来包水饺。但是呢，伊今年已经无法度，连做礼拜嘛无法度，坐袂掉，所以互阮真感动。大家人安那，因空讲是安那，拼命找机会，要有份伫这个圣殿的起造，就安尼，互阮的心得到感动。大家人安那愿意来服侍上帝。这是阮的青年，看去大家人咧动工了后，伊嘛去摕爸爸妈妈咧做的手工来做，迄个小红点爱算30点，装在一个小的封包袋里面，一地4角。所以因2个拜6个补，甲2个礼拜下补做5000地，拢总奉献2000块。做了的时，因讲袂使白开钱啊！我若要买一包饮料40块就好，我就爱做100地啊！算到目睭强要淹黄去。后来因就去做这个杯套去用迄个布自己画、自己剪，然后自己车有这个拼布的老师，然后卖杯套。这个过程嘛，兴起在青少年，互因有分起来参加起造圣殿的工。所以通过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毋是最大的工，才会当感动人。当你用心，当你尽心服侍的时，我会讲一个咧，阮教会爱甲这个忠孝国中做一个停车场，停车场拢有一个人过门，无外口人进去停的时候，阮要关门找无人。所以有一礼拜，有一个对做营来的，伊毋是逐礼拜来，久久爱来一摆。伊到门口的时，伊讲有人叫伊的名。后来礼拜煞讲牧师过车场的是啥物人？那较厉害，伊哪会捌我毋是逐礼拜来啊。我就甲伊讲，迄是啥物人？原来阮的过车场拢有车号甲开车的司机的名拢有这个资料，咱知影这啥物人的车。伊伊毋是干那过车尔，伊佫认车，佫认车主。所以伫遐伊就甲伊称呼。
小小夸夸的服侍，但是伊做了真认真。搁进一步，牧师也无叫伊交代讲，着爱记人名，但是伊真认真，就互人感动。亲像即款的感动，充满着上帝的教诲，上帝百姓就要欢喜来做上帝的圣工，就是安尼教诲要大大得到人的祝福，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一个清教徒叫做派克约瑟，伊的一生真高讲道嘛，影响真侪人。到伊年老的时，有人甲伊问讲：“你敢有啥物秘诀会当教完？我一生嘛会当亲像你。”伊讲有一项代志，我印象足深，就是我要出去读大学的时，我的老母叫我来答应伊一项代志。我讲老母讲你先答应我，我讲你先讲，安尼两个摕来摕去。最后无，这个老母讲你出事了，我就替你祈祷，早时替你祈祷，食饭替你祈祷，破病替你祈祷。即摆你要出外去读册，所以你你爱早时祈祷，暗时祈祷，拄着困难的时爱祈祷。所以这项交代，称做派克约瑟伊的一生。当伊要服侍、甲传讲上帝的话时，就充满伊的祈祷；拄着困难，就想起伊的老母交代伊的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一生上帝要叫你倒转去的时，牧师爱鼓励你，那交代你的钱财，你爱交代你的产业，就是你的信用的产业。你爱甲你的子孙讲，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就是安尼持守圣经，安尼来服侍上帝，正得到上帝恩典来祝福伫咱的家庭。恁爱继续敬拜上帝，服侍上帝，遵守上帝律例甲诫命，真要紧。唔通干那交代你的财产。你知影一个人要信耶稣何等的难吗？遐第一代信徒，伊是枉费偌济人生，行偌济冤枉的路，开偌济冤枉的钱，才来信耶稣。唔好互咱的人生，咱的子孙佮倒转去行迄则冤枉的路啊！所以一定要交代，亲像这个老母共款，伊的一生就安尼啦，影响真侪人。上帝就大大使用伊的子孙。所以基督徒要安尼活出有影响咱的生命，就是爱把你的生命投资伫上帝欢喜的事。基督徒咱拢会讲有啊，我有礼拜，我有奉献，我伫教会有服侍。但是现在兄弟姊妹，上帝互你偌济，一天24小时，咱除了8点钟工作、8点钟休困以外，剩的时间，你有投资伫上帝圣工内底也无？咱毋是干那礼拜日的礼拜。所以上帝互你也够有时间，也够有钱财，也够有运输的事，你爱好好把握机会，尽量来服侍上帝。最后尼希米伊甲遮的百姓讲，咱着来奋勇来做好的工。你来读尼希米记，你会知影因的工作何等的困难。咱甲因提笑讲，恁的工程狐狸起嘛倒了，所以因来派武器来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足艰难的。但是因勇敢。因好胆继续，无停止，嘛无灰心失志。所以尼希米伊勉励伊遐百姓讲，咱着爱勇敢来做好的工。亲爱兄弟姊妹，咱信上帝的人，咱信耶稣服侍上帝是咱着爱亲像尼希米这个勇敢。安怎样勇敢？咱来看有一个印度的宣教师，伊去印度用8年来翻译圣经。印度的圣经，亲像咱的巴吉勒牧师共款，甲咱翻译台语的圣经。伊就嘛是共款，去买这个印刷机，训练印刷的人，然后要开始印刷的时回烧，刷甲伊的第一手稿烧去，换准是我怨叹上帝，早唔烧晚唔烧，我翻译好啊，要印刷你才甲我烧，上帝交代你我已经完成啊。但是这个威廉克里，互咱真感动，伊安尼祈祷，伊讲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知影我第一摆翻译无够也完全，我愿意去翻第2摆，但是我甲你求什么？求信心。吞忍的心、勇气，甲你求智慧，互我继续来完成。现在兄弟姊妹，这就是勇敢来做上帝圣工。有时阵咱感觉咱的基督徒无够也勇敢，咱拄着小可困难，咱就讲这上帝旨意啦，免做上介好。我原来就想无啥爱做毋是勇敢啊！咱做基督徒，上帝是一个有规律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主，是一个德性的上帝。所以咱真做基督徒了，咱的生命就要比过去较有规律、较有信心、较有耐心、较有智慧。何等咱是有一个上帝通挖靠的啦！所以咱会通看见这个威廉克里上帝使用伊的一生，伫印度继续翻用24款的方言，就亲像咱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圣经同款。上帝大大使用伊拍开伫印度宣告这个门。所以奋勇做上帝的工，就是咱来勇敢挖靠上帝，勇敢来回应上帝。当咱看做是好，是上帝爱咱成的事，咱就爱勇敢来到伊的面前，亲像尼希米同款。
24年来，阮服务社区，通过爱心会、赞美操甲喜乐学院，特别伫上半年度有一对夫妇来真紧，伊就安那就伫阮中间来洗礼。所以咱会通看见，当咱做上帝的工，上帝就安那成就伊所要成就的。10几年来，我嘛去做小组，咱教会嘛有小组的牧养，这是一个真好做上帝服侍上帝的圣工。有一个社工人员，伊有接触一个家暴的家庭，然后甲伊的太太受暴的，甲伊的囡仔带来教会，伊的先生嘛对来看哦，看教会有甲伊的太太骗无安尼，伊的先生来是安那。是规身躯拢皱味啊，然后呐食槟榔唔敢坐想头前，坐伫后壁。我嘛看咧碍叫呢，即款的人来教会做礼拜，但是上帝奇妙啊，到尾伊嘛信主嘛洗礼，因为酒啉烧济肝癌，拢先转去。即摆伊的太太甲伊的囝儿，拢伫教会敬拜团甲青少年的敬拜团咧服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奋勇来做上帝的工。佫一个就是教会开始有小组的时，教会有一个。张乐伊的公司员工无介济，大概7、8个，但是迄时阵伊就开始啊，一礼拜有7点钟，伊员工唔免上班，做啥物？头家带员工读圣经、祈祷、分享。后来伊的员工大部分即摆拢甲伊做伙伫教会咧礼拜咧服侍，这就是咱来做上帝的圣工，毋是干那礼拜日，毋是干那是米奉献，上帝互你的，你若投资伫上帝欢喜的事，上帝就互你伫天堂啊啦。有产业，若无咱伫世间所得到的，到时咱拢摕袂起。你安那心内敢若倒咧挂共款怨叹啊！哎呀，我早毋知，我着投资较济伫上帝遐，还佫有机会，咱还佫有机会，把握这个机会，紧紧来投资伫上帝好欢喜的工。这是阮崇学国小晨光教学，甲青春启航，这是中小国中的得胜者课程，还是公园的赞美操甲赞美操的小组这是喜乐学院相连的事工。所以最后跟咱分享一个克里尼修道院，这是公元910年的时，伫法国的所在发生的一项代志。有一个阿奎丹公爵为了一世，伊小妹无结婚伊早离开，就伊兄哥就继承伊的财产。伊兄哥将克里尼这个所在一块土地奉献来来互修道院起修道院。当时的修道院是开始败坏的修道院，但是通过这个。克里尼修道院，因执行一个新的修道，就是禁欲的修道。这个修道院开始搁再复兴起来。大家修道院拢来讲，你来甲阮帮赞，你来甲阮帮赞。所以这个克里尼修道院伫伊兴旺的时间伊帮赞2000几间的修道院，互伊得到复兴。这叫做克里尼运动，中世纪真出名的。后来，这个威廉一世又讲一句话。伊讲妹妹互我继承妹妹的遗产，除了关乎修道院以外，剩的拢无去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咱伫富强教会这块土地，嘛是安那，咱的信徒伊关献伫这个所在，永远就是安那做上帝福音的基地。所以，咱就爱好好将咱的一生，就亲像一粒籽，一定爱安那，一定爱甲压伫上帝好土地顶悬啊，服侍上帝，服侍教会，抢救灵魂，传福音。所以。好胆来做上帝工，咱的确爱结实百倍。钱、时间、甲健康，拢是经济。上帝互你的，你毋通家食了，做世人就知影。要布丢你爱留黄无你那计工，你就无通布丢就无通修行。所以你一定爱家留经济，放伫上帝这个好的土地顶悬，咱就当年拢会通继续修行。所以我相信，今仔日咱兄弟姊妹、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性命啦，亲像一粒种子，好好家伊下伫富强教会这个社区顶悬，咱的子孙要伫这个社区顶悬大大收割灵魂，互得救的人也会通拿加天伫咱富强这个社区，而且我相信会不断伫各所在来开拓教会，来收割灵魂。所以为着阮要起做圣殿，2016年开始，阮就爱10年，每一年要奉献1000万的建堂经费。中会募款，我嘛有甲上帝祈祷求主帮助阮。70几间教会要募1000万，这是做梦啊！但是上帝是全能的，阮甲上帝祈祷上帝来帮助阮，请你也为阮祈祷所以最后请兄弟姊妹，你若会当，你若有感动，用周报顶悬的奉献地来为着阮德光教会奉献相信你的奉献也要真做是福音的经济带来这款福音百倍修行。咱搁一摆做伙三个同心来祈祷。
全能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你，互阮搁一摆欢喜，将阮本身奉献伫你，诚做生活的祭，互阮的一生会通亲像一粒种子落伫好的土地，来结实做做，互上帝你的教会，互上帝你的福音会通得到百倍收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